揸月嘅北風真係好似帶住刀仔一樣，呼呼聲咁喺啲舊街長巷裏面穿嚟穿去，揸住啲碎雪，好狠咁拍打喺林家老屋嗰塊斑斜嘅玻璃窗度，玻璃係咁晃動，發出楞那聲嘅悶響，好似有人呢喺暗角位死忍住最頂點嘅喊聲一樣，將成間小院籠罩喺一片死寂又冰凍嘅氣氛裏面。屋裏面冇開暖氣，舊式嘅水泥地板透出刺骨嘅寒意，順住腳底板蔓延到全身，等每一個企喺客廳嘅人都忍唔住心頭一緊。林家老屋個客廳啲擺設雖然好舊，但係好乾淨，實木台凳被拆到另一另牆上，掛住嗰幅黃晒嘅全家福。只不過呢一刻，呢間平時充滿煙火氣、溫馨和睦嘅屋字，氣氛凍到令人窒息。把15歲嘅張桂蘭拄住一支磨到包晒焦、亮晶晶嘅桃木拐杖，嗰支係佢後生嗰陣老公親手做俾佢嘅，陪咗佢差唔多60年光陰。老人家個背脊一早已經擘晒，滿頭銀髮梳得整整齊齊，卻被窗罅夾帶入嚟嘅寒風吹到有少少亂。佢塊面布滿一條條打橫打橫嘅皺紋，每一道道褶裏面都藏住幾十年嘅風雨治喪，一雙黃金金嘅老花眼，呢一刻冇咗半點暖意，只剩低刺骨嘅決絕同冷硬，死死咁盯住企喺屋中央嘅新抱蘇晴。蘇晴，你而家就執嘢滾出呢個家，由今時今日開始，你唔再係我林家嘅新抱，我林家冇你咁嘅新抱。老人嘅聲線沙麻乾凍，係常年衰老透支，攰到入骨嘅質感，唔算好大聲，卻帶住一世人當家做主不容反對嘅威嚴，字字鏗猛，好狠咁砸喺空落落嘅客廳度。鎮喺度睇熱鬧嘅親戚街坊全部屏住呼吸，冇一個人敢出聲焗嘴。企喺人堆中央嘅蘇晴，成身硬晒，四肢冰冷，一張不嬲都好溫婉嘅面孔，慘白到好似張紙咁，一啲血色都冇。佢身上着住件洗到發白嘅深藍色家居薄棉，窗袖口位已經磨到起晒毛邊，對手局促又無助咁抓緊衫腳，手指骨因為用力而有少少發白，通紅嘅眼眶裏面啲眼淚好似斷線珍珠咁，完全忍唔住係咁流滴喺冰冷嘅水泥地板度，一下子暈開一西笪淺淺嘅濕痕，又好快被低溫吹乾。今年42歲嘅蘇晴嫁入林家整整18年，18歲青春嘅尾巴，佢滿心期盼住段婚姻嫁俾林建軍。由嗰陣開始，將最好嘅年華都奉獻晒俾呢個家。18年嚟，佢由一個懵懂清舊嘅妹仔，熬到變成一個忍氣吞聲、溫柔嘅中年婦人，日復一日，年復一年咁打理全家大大小小嘅頭暈身熱瑣碎事。事後連絡婆婆嘅一日三餐起居飲食，全心全意教大個女林溪。佢又孝順又體貼，任勞任怨。左右夾壁，邊個唔讚林家娶咗個好新抱？18年裏面，佢從來冇同奶奶塊面紅過一次，從來冇對屋企啲家務有過半句怨言。但係呢一刻，佢好似一個十惡不赦、罪大惡極嘅犯人咁，被自己貼身侍候咗大半世。當正親生老母咁孝敬嘅奶奶，當眾禮聲驅趕，面子丟盡嗎？我到底做錯咗啲咩？你話我知，我改，我一定改。蘇晴嘅聲線哽咽到碎晒，帶住最卑微嘅哀求，對膊頭微微震緊。18年啦，我一心一意守住呢個家。事後你照顧建軍，大大阿溪，我從來都冇過半點私心。求求你唔好趕我走，呢度係我個家嚟噶。佢隔壁嘅老公林建軍，身高1.8米，生得牛高馬大，係人哋眼中踏實可靠嘅壯年男人。呢一刻卻好似隻縮頭烏龜啊咁，死死咁耷低頭，兩隻手緊緊抓守住條褲條側邊，手指骨發青，塊面黑沉沉，由頭到尾一句聲都唔哼。佢清清楚楚聽到老婆崩潰嘅哀求，見到佢通紅嘅眼眶、狼狽嘅樣，亦都見到老母決絕冰冷嘅神情夾喺老母同老婆中間嘅佢，冇擔當，冇辯解，冇維護，最終選擇咗最懦弱嘅沉默退讓。屋裏面圍滿咗收到風趕嚟嘅親戚街坊，
多數係林家嘅自己人同左右鄰舍。嗰班人表面上七嘴八舌咁喺度勸說話，裏面卻藏住暗中睇人仆街、搬弄是非嘅心眼。有人真心覺得可惜，有人暗自抄正牙，亦有人等住睇一場婆媳反目嘅大戲。貴蘭時有話好好講嘛，蘇晴呢個女仔最孝順老實，行遍十里八鄉都揾唔到第二個。千祈唔好一時糊塗傷咗仔女嘅心啊！係啊，阿姨，18年嘅婆媳情分同親生母女都差得冇幾啦，邊能話斷就斷，太傷人心啦。但係無論隔壁啲人點樣輪流勸，張桂蘭嘅態度始終冇半點鬆動，佢緊緊握住手裏面嘅拐杖，一嘢好用力咁向地下起勢一送，沉悶嘅響聲喺屋裏面回蕩，目光更加冰冷凌厲。唔使勸，我心意已決，今日佢一定要走。呢個家有佢就冇我老人家嘅態度，決絕又強硬，目光裏面嘅冷漠，好似蘇晴係玷污林家門楣嘅罪人咁，半點包容，半點面子都唔肯留，嗰副不近人情嘅樣，等所有幫手勸嘅人都收晒口，只能夠暗自搖頭嘆氣。蘇晴呆呆咁望住呢個油鹽不進、鐵石心腸嘅奶奶，又側過頭望下隔壁嗰個全程粒聲唔出、毫無擔當嘅老公，心底最後嗰一絲期盼鐵底崩塌碎晒，化為滿地灰陰。18年嘅青春付出，日日夜夜嘅忍氣吞聲，全心陪伴默默堅守，喺呢個骨折眼，全部化為一場鐵頭鐵尾、荒唐可笑嘅鬧劇。佢不再卑微哀求，亦都唔再徒勞咁解釋，通紅嘅眼眶慢慢收起淚光，只剩低無盡嘅攰同心寒。佢默默抬起手，擦乾塊面上冰冷嘅眼淚，手指尖劃過塊面，滿是早涼。跟住轉身一步步走入住咗18年嘅房，動作麻木又遲緩。佢冇摔嘢，冇爭吵控訴，只是打開個舊行李箱，求其執咗幾件換洗衫褲，冇帶走屋企嘅一分一毫，全程安靜到令人心痛。拎住輕飄飄嘅行李箱走出睡房，院子裏面嘅寒風夾雜住密碎嘅雪花，迎面逼過嚟，凍到入骨，狠狠咁打喺佢塊面身上面。蘇晴停低腳步，緩緩回頭，深深咁望咗一眼呢一座承載咗佢18年青春、婚姻同生活嘅老屋。院子裏面嗰棵桂花樹係佢啱啱嫁過嚟嗰陣親手種落嘅，而家已經枝繁葉茂。屋裏面嘅每一件袈裟、每一個擺設都浸透住佢嘅汗水同心血。但係由今時今日開始，呢度再冇佢嘅容身之所，再都唔係佢個家。17歲嘅女林溪緊緊跟喺佢尾後，小姑娘正值高3，懂事乖巧，品學兼優，係全家人嘅昆傲。呢一刻，佢眼眶紅晒，死死咬住條唇，唔等啲眼淚跌落嚟。細細個嘅身子微微有少少震，細聲哽咽咁問道：媽，阿嫲做咩要趕我哋走？我哋到底邊度做錯咗？以前阿嫲明明最實我最實你噶。蘇晴低頭望住個女自亂委屈、滿是困惑嘅面孔，後嚟塞住晒千言萬語塞喺胸口，一說話都講唔出。佢只能夠伸出單薄嘅手臂，緊緊攬住個女，將細路女個頭撳喺自己膊頭度，任由寒風吹襲全身，將所有嘅委屈、痛苦同無助，全部默默吞翻落心落肚。母女兩個人孤零零離去嘅背影，單薄又淒涼，深深咁烙印喺老屋門口。冇人知道，就在呢個時候，企喺大門後面嘅張桂蘭，嗰雙頭先還冰冷決絕嘅眼底，一下子用滿咗滾風嘅淚水。佢死死抓緊手裏面嘅拐杖，用力到手指骨發白，條臂係咁震，做老單薄嘅身軀劇烈晃動，心底嘅痛楚好似潮水咁湧出嚟，差啲將連把嘅佢鐵底吞噬。佢幾想開口叫住佢哋，幾想同新抱講聲對唔住，幾想摸下孫女委屈嘅面孔，但係佢唔可以。佢死死咬緊牙關，夾硬將所有嘅愧疚、唔捨得、心痛全部壓翻入心底，逼自己硬起心腸，眼白白望住新抱同孫女狼狽咁離去，跟住抬手，好重手咁閂埋咗扇厚重嘅木門，鐵底隔絕咗兩個世界，亦都隔絕咗自己剩低落嚟嗰半生所有嘅溫暖。
呢扇冰冷厚重嘅大門，深埋嘅唔單止係婆媳之間18年嘅溫情同接近，裏面更藏住呢位八旬老人死忍咗幾年，耗盡心血，從來冇同外人講過嘅深沉苦衷同驚天秘密。由呢日開始，左右鄰舍所有親戚冇一個唔喺背後議論指指點點張桂蘭，人人都話佢年紀越大越刻薄，狠心不近人情，咁大把年紀坐享兒孫福，卻容不下溫柔孝順嘅新抱蠻橫霸道冷血無情，係典型嘅惡奶奶，流言蜚語好似潮水咁湧向老人籠罩住林家老屋，冇人知曉。呢位被全村人鬧爆嘅老人，正喺度獨自承受住世間最痛嘅煎熬同委屈。被趕出家門嘅蘇晴，帶住讀緊高3嘅女，喺學校附近租咗間又窄又舊嘅褪層出租屋。間屋仔30平米都冇牆身班戟，冬天漏風，夏天漏雨，冇件似樣嘅家卡，擺設簡陋吉具。母女2個人從此過住堪配流離、清貧簡過嘅日子，冇咗往日安穩嘅生活。蘇晴一邊打散工補貼家計，一邊細心陪住個女備考，日子雖然苦，卻分外安穩清靜。就算處境咁坎坷，就算受盡委屈，佢亦都從來冇在外人面前講過奶奶一句衰話。有人幫佢抱不平，指責張桂蘭冇情，佢都只係淡淡咁搖頭，粒聲唔出，獨自吞晒所有委屈。而曾經充滿煙火氣、溫馨熱鬧嘅林家老宅，自從蘇晴母女走咗之後，鐵底冇咗往日嘅生機同暖意。院子裏面蘇晴親手打理嘅花花草草，冇人淋水施肥，漸漸枯黃荒；祖屋裏面嘅台凳家係冇人抹擦打理，日日落滿厚厚嘅灰塵。以前一日3餐熱辣辣嘅飯菜，溫柔細緻嘅丁泥，乾淨整齊嘅院落，歡聲笑語嘅日常全部消失晒，整座老屋變得冷清消失，死氣沉沉。林建軍留喺老屋照顧老母，論論盡盡，又慌慌張張，手足無措。大半世被老婆伺候到舒舒服服嘅他，從來未掂過家務，唔識洗衫煮飯，唔識打掃收拾，更唔識細緻入微咁照料連別老母嘅起居飲食。佢煮嘅飯一係唔熟，一係冧底，洗嘅衫永遠有污漬時，屋裏面雜物堆到周圍係污糟邋遢。短短半年時間，原本整潔雅致嘅老屋變得雜亂破敗，一啲生氣都冇，周圍都透出荒涼同疲憊。85歲嘅張桂蘭，身體狀況用肉眼睇得出嘅速度迅速冧晒。之前佢身子仲算硬朗，唔使屋企人點照顧，每日仲可以打理客小院做客家務。但係趕走新抱之後，佢日日夜夜心神不寧，食唔落，瞓唔着，日漸消瘦憔悴，精神萎靡不振，成日粒聲唔出，呆滯滯咁失神。每日朝早同挨晚，佢都會獨自拄住拐杖，慢慢挪到門口嘅石階度，靜靜咁望住蘇晴母女離去嘅方向，一坐就係一整日，風吹日曬，從來冇中斷過。街坊鄰舍見到紛紛私下討論，都話老太太係趕走咗貼心好新抱，心裏面鬥氣扭計，放不下落面子，純屬自作自受。攞嚟知，冇人知道老人家從來唔係鬥氣，更唔係放唔落面子，而是滿心愧疚，日夜掛心，喺無盡嘅煎熬同死忍中苦苦支撐。佢日日夜夜思念嗰個侍候咗佢18年、溫柔善良、從來冇怨言嘅新抱，日日掛住嗰個懂事乖巧、貼心暖心嘅孫女。無數個深夜，佢瞓喺床上翻來覆去瞓唔着，腦海裏面全是蘇晴忙碌嘅背影，林溪甜甜嘅笑容，滿心悔恨同酸楚，卻只能夠獨自吞落肚。佢無數次想解釋真相，想揾翻妻女，但係心底嘅理智死死拉住佢。佢清清楚楚知道，有啲真相一旦公諸於世，唔單止會毀咗個仔一世，更會徹底拖垮本來可以安穩過日子嘅蘇晴同林溪。佢寧願自己孭一世嘅罵名，俾全世界誤會怨恨，把口唾棄，都要用盡最後一絲力氣護住自己嘅家人，護佢哋一世安穩。半年光陰眨下眼就過深秋，悄然而至，秋風消失，草木凋零，寒霜浸骨，
萬物沉寂，一派衰敗撚涼嘅景象，長期屈埋喺心。食唔落瞓唔着嘅張桂蘭，鐵底積勞成疾，一病不起，老人家突發胸悶暈低，俾林建軍急急腳送去醫院，經過全面檢查，結果係多器官衰竭，身體機能全面退化，時日冇多已經回天乏術。收到老人家病危嘅消息，林家大大小小嘅親戚本家長輩旁係親屬全部湧晒去醫院，塞滿咗細細個嘅病房，有人假意關懷禁寒問暖，實則暗中觀望；有人專登稀薄感慨萬分，實則坐等老人家斷氣瓜分家產。更有甚者靜雞雞打堆討論，直接話老太太一生強勢霸道，刻薄寡恩到老姑苦伶仃冇人服侍，都係前世報應，自作自受。林建軍整日守喺病床前，日夜焦慮，心神不寧，短短幾日就憔悴到不成人形，眼圈發青，望住奄奄一息嘅老母，佢滿心慌亂愧疚，無數次攞起部電話想撥通老婆嘅電話，等蘇晴返嚟照料老母，維持返個家，但係每一次都被病床上虛弱嘅老母厲聲阻止。哪怕嗰陣嘅張桂蘭已經虛弱到氣若游絲，連擘大眼都費力。只要聽到個仔提到蘇晴，或者見到個仔想聯絡新抱嘅舉動，都會一下子行緊神經，用盡最後一絲力氣厲聲制止，唔准叫佢返嚟，唔許打擾佢同阿溪。絕對唔許林建軍滿心不解、滿心委屈、滿心茫然。佢由頭到尾都諗，唔通老母到底做咩咁打心？你討厭溫柔孝順嘅老婆，做咩執意要拆散自己安穩幸福嘅家庭？做咩寧死都唔肯等老婆返嚟？呢份困惑日日夜夜纏繞住他，等佢滿心活結，喺所有親戚都冷眼旁觀。暗自算計嘅時候，唯有已經升入高三課業繁重嘅林溪，學業幾忙都好，日日抽空嚟醫院陪護阿嫲，哪怕半年前阿嫲當眾無情趕走佢哋母女，哪怕出面對阿嫲非議不斷鬧聲不絕，哪怕心底藏住無盡嘅疑惑同委屈，佢依舊記掛住阿嫲由細到大嘅十童愣育之恩。每次過嚟，佢都會細心幫阿嫲擦身翻身、餵水餵飯，輕聲安撫，耐心地陪伴，從來冇半點鬆懈同怨言。彌留之際嘅張桂蘭意識模糊不清，多數時間都閉雙眼，氣息微弱，一啲反應都冇，好似陷入長久嘅沉睡。但係只要耳邊聽到孫女清脆溫柔嘅線，感受到孫女貼近嘅氣息，佢黃金金死寂嘅眼眸，就會緩緩擘開，透出一絲微弱又溫柔嘅光芒。枯瘦嘅手指會下意識摸索住，想拉住孫女。所有親戚，包括林建軍在內，都理所當然咁認為，老太太一世人從中族重血脈，心底只殺唯一嘅仔，對新抱向來刻薄冷漠，毫無情義，對孫女也只是普通神。冇人知道喺老人家耗盡一世嘅心底，最虧欠、最心疼、最想守護嘅，從來都係被佢親手趕走嘅新抱同孫女仔，係佢嘅骨肉，卻亦是佢呢世人最大嘅心病同軟肋，更是毀鬼咗家庭安穩嘅根源。老人家離世前嘅最後一個挨晚夕陽穿透層雲層，透過病房嘅玻璃窗，攤下一片溫柔又微弱嘅餘禮，將冰冷嘅病房染上一絲暖意。天色共漸黑，收到風過嚟探望嘅親戚全部散晒，病房裏面靜英英，只剩低林溪獨自一人守喺病床前，靜靜咁陪住奄奄一息嘅阿嫲。就在呢個時候，昏睡咗好耐嘅張桂蘭突然間清醒過嚟，目光變得異常清亮澄澈，褪去咗所有嘅虛弱、冷漠同皮鏈，只剩低無盡嘅溫柔、唔捨得同愧疚。呢個係佢臨終前最後嘅回光返照。佢逢挨挨咁抬起枯瘦如柴、布滿老人斑嘅手，手指尖無力咁震緊，輕輕拉住孫女嘅手腕，幅度微弱卻分外堅定。佢好費力咁示意林溪耷低身靠近自己，隨後用盡全身最後一絲力氣，慢慢由枕頭最深處摸出一張直到方方正正細細個嘅紙條。呢張紙條嘅紙面微微泛黃，邊角位被無數次摸索打磨到又軟又滑，
睇得出一眼就知。呢張紙條俾老人家珍藏咗好耐好耐，日日夜夜貼身放住，反反复复咁翻睇，承載住佢無數嘅心事同埋籠托。張桂蘭夾硬頂住最後嗰一絲氣息，小心翼翼咁將紙條塞入林溪嘅手心，跟住用自己乾枯嘅手掌死死咁抓緊孫女嘅手條唇，微微有少少震，用弱到好似一忽煙咁嘅聲線，反反复复，好認真咁叮嚀乖乖，好好收埋佢，千祈唔好俾人見到，等阿嫲走咗，你先至一個人靜雞雞睇。林溪心頭忽然之間一緊，一種唔知點解嘅酸楚同恐慌一下子就中全身眼眶，一秒紅晒，溫熱嘅眼淚喺眼底係咁打轉。佢望住阿嫲做老潮水，一啲血色都冇嘅塊面，望住老人家眼底深藏住嘅愧疚、心疼同埋唔捨得，好用力好重手咁點頭，小心翼翼咁將紙條轉到實一實，貼身放去件衫嘅裏面袋，死死咁護住阿嫲。我記住啦，我一定會好好收埋。林溪細聲咁回應，聲線帶住忍唔住嘅哽咽。得到孫女咁鄭重嘅答應，張桂蘭撳緊咗半年、煎熬咗好幾年嘅心神，終於徹底放鬆晒落嚟，眼底泛起濕漉漉嘅淚光。佢眼都不眨咁望住十咗17年嘅孫女，望咗好耐好耐，好似想將孫女個樣死死咁刻入心坎，帶落黃泉一樣。過咗好耐，佢先至慢慢鬆開緊握住嘅手，緩緩合雙眼，再次陷入沉睡，再都冇擘開過第二凌晨。天先至啱啱蓬亮，窗外薄綠陣漫，凍到入骨，成個城市仲沉浸喺一片寂靜之中。85歲嘅張桂蘭喺寂靜清冷嘅病房裏面，安詳安靜咁離世，冇掙扎，冇痛苦，面容好平和，唯獨是微微皺起嘅眉頭同埋眼底留低嘅濕潤，藏住佢呢一世人未完嘅牽掛同埋無盡嘅虧欠。老人家走咗啦，帶住深藏咗一世嘅秘密，帶住成身嘅罵名同非議，帶住對新抱孫女無盡嘅愧疚同留欠，無聲無息咁永遠離開咗人世。世人個個都鬧佢冷血刻薄，冇人明佢大半世人嘅死忍。張桂蘭嘅喪禮搞得好簡單肅穆，冇大肆鋪張，林家所有親戚、本家長輩、左右鄰舍全部到齊晒吊唁。肅穆嘅靈堂裏面，哀樂低沉咁播住，白幡係咁飆。吊唁嘅人堆角落地，蘇晴一身黑衫，身形好單薄，默默咁企喺度，塊面好平靜淡然，冇失聲痛哭，眼底卻由始至終都紅紅地，滿心悲涼同酸楚。半年嘅分居漂泊，佢心裏面藏住無數個大問號，始終諗唔通自己18年全心付出，任勞任怨，點解會換嚟奶奶無情嘅驅逐同埋成身嘅委屈？但係當佢望住冰冷肅穆嘅靈柩，望住老人家黑白嘅遺照，過往所有嘅委屈、不甘疑惑，都全部化為釋懷同埋心疼。逝者為大，所有恩怨糾葛，都隨住老人嘅離世煙消雲散。喪禮完咗，塵埃落定，跟住張桂蘭老人家臨終前，晨早叮嚀好預約好嘅安排。喪禮完咗之後嘅第3日，公證處嘅律師照足約定，專登登門，當眾宣讀老人家晨早立落嘅合法遺孀。林家老屋再次聚滿晒所有親戚長輩，人聲鼎沸，議論紛紛。每個人心裏面都抱住睇熱鬧、等分家產嘅心眼，靜靜咁等住遺孀宣讀。喺所有人根深蒂固嘅諗法裏面，張桂蘭老人家一輩子傳統固執，睇重宗族血脈，重男輕女，呢世人慳吃勒善，用儲落嘅所有積蓄住咗一世嘅老屋物業，肯定會毫無保留咁全部留俾唯一嘅仔林建軍。至於被當眾趕出家門，晨早脫離咗林家嘅蘇晴，自然是半點着數都撈唔到。唔少親戚晨早喺私底下暗自盤算，等分完老人嘅家產，就即刻換單身嘅林建軍再分，瓜分老人家留低嘅財物。甚至有人喺私底下吱吱喳喳，嘲弄蘇晴太過白痴蠢，事後奶奶18年任勞任怨，傾盡所有，最後卻落得人財兩空，一無所有嘅下場，白白辛苦一場。大家各懷心鬼，議論紛紛嘅時候，
律師攞出咗經過公證處靠譜、公正全程錄音錄像，具備完整法律效力嘅正式遺朗文件，塊面好嚴肅，緩緩開口宣讀：本人張桂蘭，現年85歲，神志清晰，思路分明，具備完全民事行為能力，自願自主立下呢份遺朗，所有內容均為本人真實意願，無任何後逼欺騙、誘導情形，真實合法有效。本人名下所有財產，包括林家老屋物業一套，個人存款48萬元，終生養老金及各類補貼結餘，全部無償贈與孫女林溪，歸林溪個人獨立所有，屬於林溪私人財產，任何人冇權干涉。短短一段話，字字清晰，特地有聲。一下子等原本喧鬧嘈雜嘅客廳陷入死一般嘅寂靜喺度，所有人塊面上面嘅吹水笑意、算計神色，一瞬間全部僵硬住，成塊面錯愕，目瞪口呆，唔敢相信自己嘅耳仔。咁大個客廳，豬雀無聲，靜到連支針跌落地都聽到，只剩低大家急促慌亂、難以置信嘅抖氣聲。律師停咗一停，伸高頭掃視咗一圈成塊面震驚嘅眾人，繼續塊面平靜咁宣讀剩低嘅條款：本人所有財產，親生仔林建軍冇任何繼承權、使用權、支配權、處置權。林家所有親屬，本家長輩旁係親人，一律不得干涉，不得索取，不得爭執，不得有非分之想。所有財產交付孫女林溪後，由其自主自由處置，終身歸佢個人所有。任何人冇權指手畫腳，冇權提出異議。完整嘅遺弄條款宣讀完嘅一依那，全屋親戚鐵底嘩然，一下子炸開咗羅比，震驚質疑，不甘心唔明嘅討論聲此起彼伏，響鐵着成間老屋。點可能？呢個絕對冇可能。老太太一世人最實個仔，當個仔係全部依靠，點會一分錢？一間屋都唔留俾親生仔48萬存款啊！仲有呢間地段咁好嘅老屋值好多錢㗎，居然全部留俾孫女，呢個都太離譜，太唔合常理啦！佢辛辛苦苦一世人慳吃能用養大唯一嘅仔到老，居然一分都唔留，呢個到底識做咩？老太太係咪老糊塗咗啊？林建軍僵喺原地，成身冰冷，四肢麻木，塊面慘白到好似張紙，個腦一片空白，成個人鐵底懵咗。佢呆呆咁企喺原地耳邊，反反复复回響住律師宣讀嘅遺弄內容，滿心茫然，難以置信，好耐都接受唔到呢個殘酷嘅結果。佢係老母唯一嘅親生仔，係林家唯一嘅血脈繼承人，由細到大，老母時時為佢諗，處處偏幫佢。但係老母臨終嗰陣，竟然對佢冇半點眷顧，半點留情，畢生積蓄，物業全部留俾孫女。自己落得一無所有，分文都冇嘅下場。一班親戚一瞬間心態鐵底失衡，紛紛圍上前質問律師，情緒好激動，嘈嘈閉讀。有人當場直言老人家年老糊塗，神志不清，立落嘅遺浪唔算數。有人怒斥遺容不公，違背情理，唔合宗族規矩。仲有人大嗌住要聯合族人推翻遺容，重新分配家產。老太太肯定是病重糊塗，神志不清，被人口蜜腹劍呃咗，呢份遺朗唔算數。冇錯，由古至今，家產傳子不傳女，更會有全部留俾孫女唔俾仔嘅道理。呢個唔合規矩，我哋絕對唔認可。面對大家激動嘅喧嘩同埋無端嘅質疑，律師塊面好平靜，從容淡定，淡淡咁開口穩住個場。本遺朗經過市公證處全程靠譜公證，立遺狀全程錄音錄像全檔備案。老人家立遺當日神志清晰，思路清楚，表達流利，完全具備民事行為能力。遺狀內容真實有效，具備完整法律效力。任何人無權推翻，無權質疑，無權作廢。專業而且強硬嘅法律解釋，一瞬間鐵底頂死咗所有人嘅質疑同埋爭執。等一班嘈嘈閉嘅親戚啞口無言，喧鬧嘅客廳再次陷入死寂。所有親戚塊面好難睇，滿心不甘，成塊面啤屈，卻又無計可施，只能夠死死壓住心底嘅貪念同埋惱怒。就在全場眾人滿心疑惑，百思不得其解，
冇人明老人家反常舉動嘅時候，一直默默企喺度安安靜靜，粒聲唔出嘅林溪緩緩抬起手，小心翼翼咁從貼身嘅衫裏面袋度攞出咗嗰張阿嫲臨終前靜雞雞塞俾佢嘅泛黃小紙條。佢手指尖輕輕展開截住嘅紙條，紙面好平整，上面是阿嫲用盡最後畢生力氣一筆一畫認真寫落嘅字跡。就老公整力透紙背，簡簡單單只有10個字，卻重到好似千斤巨石咁。祝你下後有出門，護你一生安穩10個字，冇華麗嘅詞組，冇深情嘅鋪頓，卻藏咗老人家大半世嘅死忍，大半世嘅委屈，一世嘅心疼同埋守護字跡，做老微弱，卻一瞬間擊穿咗喺度所有人嘅心房，震撼咗全場所有人嘅心神。林溪盯住紙條上熟悉嘅字跡，腦海中一瞬間閃過阿嫲往日嘅失臨中嘅唔捨得，呢半年嚟嘅冷漠決絕，所有嘅疑惑委屈唔明，喺呢一個骨折眼全部豁然開朗，儲咗半年嘅眼淚陸然流下，順住塊面無拘無束咁流。佢終於徹底明晒阿嫲所有嘅刻薄冷漠無情，從來都唔係真心。全部都係死忍嘅偽裝同埋深情嘅守護，企喺人堆後面嘅蘇晴睇清呢10個字嘅一轉那，成身劇烈一震，四肢硬晒，血液好似一瞬間嚟凝固咗一樣，滾中嘅眼淚一秒模糊咗成片視線18年嘅朝夕相伴，半年嘅委屈漂泊，冇數個日夜嘅困惑心酸，喺呢一刻全部煙消雲散，只剩低入湧嘅心疼同埋酸楚集仔全身。佢終於明白，奶奶從來都唔刻薄，從來都唔冇情，佢只係用緊自己最論盡、最痛苦、最決絕嘅方式，默默守護住佢同埋個女。全場所有嘈嘈閉不甘心嘅親戚，喺睇清呢短短10字籠托之後，一瞬間全部收聲，花面上面嘅錯愕、不甘、嘲諷、惱怒全部褪去，取而代之嘅是深入骨髓嘅震驚、愧疚、動容同埋慚愧。所有人終於徹底明晒呢位八旬老人藏咗好幾年嘅深沉苦衷，明晒佢孭住成身罵名，甘願俾全世界誤會嘅死忍同埋心情，明晒嗰場望落荒唐無情嘅俗客鬧劇背後最心酸、最偉大、最無私嘅母愛同埋守護塵封已久嘅真相，終於緩緩浮出水面，揭開咗呢場持續咗半年嘅家庭風波背後唔為人知嘅隱秘同埋悲情，早在5年前踏實穩重喺出面口碑極好嘅林建軍，就靜雞雞染上咗鬥錢嘅衰格惡習。起初只係無聊當做小揼消遣，輸贏唔大，冇人發覺。但係鬥錢呢樣嘢最係食人心性，一旦沾染上，就極之容易深陷其中，拔唔翻出嚟。久而久之，林建軍越嚟越沉迷上癮，賭注越落越大。野心越嚟越盛，由最初嘅小打小鬧變成了通宵達旦嘅豪賭。短短幾年時間，佢憑住一時好彩贏翻嚟嘅小錢，越嚟越貪心，最終輸光咗屋企10幾年儲落嘅全部積蓄。唔單止係咁，仲深陷賭局圈套，利滾利，債滾債，爭落咗整整幾十萬嘅高額賭債外債。林建軍生性懦弱，自私自利，毫無擔當，卻又極度要面子，好中意扮嘢喺外人面前。佢由始至終都扮演住老實本分、勤力顧家嘅好男人、好仔、好老公形象，待人溫和，處事穩陣，贏得左右鄰舍親友嘅1至5星好評。佢將所有嘅難看、自私、貪婪同埋狼謀全部藏喺屋企，留俾最親近嘅屋企人承擔。為了償還日漸加碼嘅賭債，佢諗盡一切辦法掏空屋企，無數次靜雞雞轉移屋企嘅存款，靜悄悄喐用夫妻共同積蓄，甚至一早就動咗老屋物業嘅衰心思。佢心裏面清楚，年落嘅老母一輩子慳吃嚕，用手頭上叉住一筆豐厚嘅養老錢。老婆蘇晴溫柔敦厚，心軟善良，從來唔爭吵。就算見到有古怪，亦都只會忍氣吞聲。摸清一切嘅佢，越嚟越肆無忌憚，為所欲為，心思細密。閱歷豐富嘅張桂蘭係第一個察覺到個仔有古怪，發現佢低錢惡習嘅人。
老人家一輩子勤蘭持家，正直善良，死守本心，一生清清白白，從來冇做過半點偷心事，萬萬冇諗到自己辛苦大半世，傾盡心血養大嘅唯一親生仔，竟然咁難看，咁荒唐，染上肆動惡習，敗壞家業。發現真相嘅嗰段日子，老人家夜夜難眠，以淚洗面，滿心痛心、失望同埋絕望。佢無數次苦口婆心恨過回頭是岸，戒咗個陡然，無數次嚴厲管教，厲聲斥責，甚至以斷絕母子關係跳樓自殺相逼，只求個仔幡然醒悟，行返正路。但係深陷陡薄泥潭，被貪念遮蔽咗心智嘅林建軍，晨早徹底迷失自我，無可救藥。佢把口上次次滿口答應悔改，發誓再都唔賭，背地裏卻以教不改，靜雞雞賭錢，四圍借錢肆意揮霍，一次又一次欺騙年羅嘅老母，辜負屋企人嘅信任。最等張桂蘭恐女鐵爺，惶恐不安嘅是林建軍爭落嘅賭債越嚟越多，窟窿越嚟越大，登門催債嘅債主打晒蛇餅咁嚟，次次塞喺門口，言語威脅，步步緊逼，放低狠話限期還錢，否則就直接收走老屋物業抵債，仲要登門騷擾屋企人，連累老婆仔女老少等全家不得安寧。老人家一生剛強，從來唔怕食苦，唔怕自己吃苦受累，唔怕自己一無所有，唔怕自己晚年領糧。但係佢唯獨是唔捨得溫柔賢惠、勤力善良嘅新抱蘇晴，唔捨得仲咁細個、前途光明嘅孫女林溪。佢太理解自己親手養大嘅個仔啦。佢自私懦弱，毫無擔當，心性不穩，見利忘義。一旦被逼到走投無路、債台高築嘅絕境，絕對會毫不猶豫咁犧牲妻女保存自己，將所有嘅災難同埋風險全部推俾老婆仔女。如果繼續等蘇晴同埋林溪留喺阿林家，留喺佢腳髀，遲早有一日，母女兩個人會被林建軍嘅巨額賭債、極端惡習徹底拖累，連累一世，安穩嘅生活會徹底破碎，林溪光明坦露嘅前程亦都會徹底被毀，一世人深陷泥濘，永無寧日。嗰陣嘅林溪正值高義，學業優異，前途無量，係全家人嘅期待，亦是張桂蘭晚年最大嘅寄託同埋牽掛。老人家拼盡一生力氣，都要護住孫女嘅前程同埋人生，絕對唔可以等個仔嘅荒唐過錯、難看人生毀咗孫女嘅一世人。但係嗰陣嘅佢晨早年傍體弱，力不從心，再都管唔住執迷不悟、理教不改嘅個仔，再都填唔到冇底洞嘅仔齋窟窿，再都護唔住朝夕相伴嘅新抱同埋孫女走投無路。萬般無奈之下，佢諗出咗唯一嘅辦法，亦是唯一能護住兩個無辜之人嘅辦法，親手趕走佢哋。只要蘇晴同埋林溪被當眾趕出林家鐵底，同林家同林建軍劃清界線，喺出面獨立生活，擺脫關係咁樣，林建軍所有嘅賭債、外債、糾紛麻煩就再都連累唔到母女兩個人分毫，佢哋就能夠徹底遠離泥潭，避開災禍。只有徹底割裂關係，先至可以等母女兩個人徹底隨身，遠離無盡嘅紛爭、催收同埋拖累，安安穩穩過日子，守護好自己嘅人生同埋前程。呢個便是張桂蘭狠心驅逐孝順新抱，孭住成身罵名嘅全部真相。佢寧願自己餘生被全村人指指點點，被左右鄰舍非議，被親戚指責，被新抱誤會，被世人唾罵，寧願獨自承擔所有嘅委屈、煎熬同埋孤獨，都要用最傷人、最決絕、最無情嘅方式，為自己最殺嘅新抱同埋孫女劈開一條安穩清靜嘅生路。世人個個都話佢刻薄寡恩、冷血無情，容不下新抱，是蠻橫霸道嘅惡奶奶。冇人知道佢是心懷大愛、死忍無私，獨自扛下所有風雨，用自己一世嘅名聲同埋體面，為最親嘅兩個人擋盡咗世間所有嘅風霜雨雪。趕走蘇晴母女嘅呢半年，是張桂蘭呢世人最煎熬、最痛苦、最愧疚嘅半年。無數個日夜，佢獨自坐喺空落落、冷清清嘅老屋，日日思念新抱溫柔體貼嘅照料，
掛心孫女嘅學業同埋生活，夜夜愧疚難安，翻來覆去，鐵夜無眠。望住空墮過嘅屋子，落滿灰塵嘅台凳，一啲煙火氣都冇嘅庭院，佢滿心悔恨，滿心酸楚，孤獨同埋愧疚，日日夜夜咬噬住佢連羅嘅身心。但係佢從來都冇後悔過，只要妻女能夠平安安穩，遠離災禍，只要孫女能夠前程無憂順遂一生，哪怕自己被萬人唾棄，被親人誤解，孤獨終老，抱憾離世，佢都心甘情願，無怨無悔，心思通透，看人透徹嘅佢，晨早徹底睇透咗個仔嘅本性，佢心裏面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如果將自己畢生儲落嘅家產存款全部留俾林建軍，唔使半年，肯定會被佢全部揮霍一空，或者直接攞去填賭債，最終落得分文不剩嘅，依舊負債累累嘅下場。佢一世人嘅積蓄，一世人嘅基業，只會白白填補個仔嘅無底洞，毫無意義。所以佢拼盡最後力氣，守住自己嘅養老錢，守住老屋物業，晨早立定公正遺朗，將畢生所有財產全部留俾孫女林溪。佢要俾年少懂事、前途光明嘅孫女留一份堅實嘅底氣，一份安穩嘅保障。佢希望孫女往後讀書升學，追夢立業，成家生活都唔使為錢財奔波焦慮，唔使被生活籠事拖累，永遠有退路，有底氣，有依靠，能夠平安順遂，坦兜一生。哪怕自己死後冇人理解，滿身罵名，冇人感念，佢都要拼盡所有，護孫女一生安穩無憂順遂坦兜。嗰張短短10字嘅紙條，是老人家一生最溫柔、最決絕嘅告白，是佢藏喺刻薄冷漠外表下最無私、最深沉、最動人嘅疼愛同守護。俗禮下口要出門，從來唔係厭惡嫌棄，是捨命護佑，萬般無奈嘅守護。狠心割裂親情，從來唔係冷血無情，是傾盡所有道上一生嘅成全。喧鬧嘅客廳鐵底沉寂，所有親戚睇完紙條，知曉全部真相之後，全部默默耷低頭，滿面羞愧。之前所有嘅嘲諷質疑、指責、抱怨，呢一刻都變成了狠狠打喺自己塊面度嘅巴掌，滾中又難堪。眾人滿心愧疚，動容不已。再都冇人敢講一句老人家刻薄胡塗無情偏心。呢位望落蠻橫強勢不近人情嘅八旬老人，實則是成個林家最清醒、最善良、最偉大、最通透嘅人。佢用自己一輩子嘅名聲、體面同尊嚴換嚟了新抱嘅平安順遂，護住你孫女璀璨光明嘅未來，救控了兩個無辜之人嘅一生。林建軍僵立原地，聽完所有真相，睇清紙條上嘅10字籠統，讀懂老母畢生嘅死忍同苦衷，再望住嗰份鐵底閹奪自己繼承權嘅圍欄，一瞬間雙腿一軟，重重咁係坐在冰冷嘅地面上，係湧嘅悔恨、刺骨嘅愧疚、極致嘅自責、無盡嘅痛苦，一瞬間將佢鐵底吞噬淹沒。佢終於幡然醒悟，終於明白老母呢一生嘅強勢冷漠、嚴苛偏執，從來都係源於恨鐵不成鋼嘅絕望。老母一輩子死忍付出，背負罵名，獨自煎熬，全都係為了彌補佢嘅荒唐過錯，為佢嘅自私懦弱兜底買單，是佢嘅執迷不悟、為所欲為，是跌成性、自私懦弱，親手毀掉了頭家安穩嘅幸福生活，逼得連羅八旬嘅老下口幼獨自扛下所有風雨，受盡委屈非議，逼得溫柔賢惠嘅老婆恨配流離，受盡苦楚，逼得乖巧懂事嘅個女跟住受苦，無故受累。18年嘅夫妻情分，半年嘅分居離散，老母嘅含恨離世，家庭嘅鐵底破碎，呢所有嘅悲劇，所有嘅苦難根源，全部在於佢一個人。佢埋頭痛哭，哭聲沙啞破碎，痛徹心扉，滿心悔恨無處安放，滿心愧疚無從彌補。但係任憑佢點樣痛哭舔悔，再都換唔回溫柔善良、默默守護嘅老母，再都彌補不了對妻女嘅半生大欠，再都挽回不了曾經同家團圓、溫暖幸福嘅美好時。江蘇晴靜靜企喺人堆裏面，淚水無聲滑落，浸濕了衫襟，溫熱又苦舊。18年嘅婆媳糾葛，
半年嘅委屈離散，無數個日夜嘅困惑心酸，喺呢一刻全部鐵底釋然，煙消雲散。佢從來未真正怨恨過奶奶，呢一刻更是滿心心疼同感念。佢終於徹底懂得呢位望落強勢冷漠不近人情嘅廉頗老人，內心最是溫柔善良，重情重義，一生都在默默為家人死忍，付出犧牲，用盡一生溫柔護家人周全。世間最偉大、最無聲、最動人嘅愛，大抵便是如此。不善言辭，不懂表達，從不張揚，從不邀功，寧願獨自背負所有罵名，受盡所有委屈，扛下所有風雨，都要拼盡全力，傾盡所有守護好自己最愛嘅家人。往事沉底，塵埃落定，所有誤會全部解開，所有委屈全部釋然。後來林溪憑住阿嫲留低嘅積蓄同埋物業，唔使為生計奔波煩惱，心無旁騖咁潛心備考，最終順利考上理想嘅重點大學，前程坦途，未來可期。佢始終小心翼翼咁珍藏住嗰張十字紙，條日日夜夜銘記阿嫲深沉嘅愛意同無聲嘅守護，一生感恩，一生向善，不負期許。蘇晴徹底走出了過往嘅陰霾同委屈，帶住個女安穩從容咁生活，褪去了半生死忍，活得溫柔吐屋透向陽而生，日子平淡安穩，歲月靜好。幡然醒悟嘅林建軍徹底戒掉了多年嘅倒換，痛改前非，洗心革面，卻終究挽回不了過往。餘生漫長，佢將終日守在空勒道嘅老屋裏面，守住老母嘅遺願，守住自己滿心嘅悔恨同愧疚，日復一日撚悔過往，彌補過錯，孤獨終老，再都等唔到唐家團圓嘅溫暖時光。側邊嘅人聽聞林家嘅故事，依舊有人話張桂蘭老人家太過白痴蠢濃，為了不成器嘅個仔，耗盡一生，背負罵名，孤獨離世。但係真正讀懂老人家心事，睇懂佢一生堅守嘅人，終究明白佢半點都唔蠢，佢是世間最通透、最清醒、最無私嘅長輩，睇透人性，睇清世事，卻依舊心懷大愛，默默守護。佢用生生死忍，一生犧牲，完美闡釋了何為母愛母聲，何為大愛無言，何為至親至愛。世間最狠嘅驅逐，從來唔係厭惡剖棄，而是最深沉嘅守護。世間最沉默嘅離別，從來唔係無情冷漠，是最厚重嘅成全。世間萬般愛意，皆有模樣，皆有聲響，唯有老人家藏喺刻薄同冷漠背後嘅深情死忍，冇聲冇絲冇畏，最動人，最暖心，亦最令人動容，歲歲年年，久久難忘。